哇，緊張啦！哇，6858票，唔錯喎，投票率真係。啊，呢一首歌所得嘅票數係2087票。緊張啦！我望三分一。OK， 好，你哋公佈啦。嚟啦，人人樂壇年度歌曲大獎，起起。ATV 亦多謝 Chilltop， 多謝 Make Up Feel 啦，多謝我嘅 AM 團隊啦，多謝 Mirror 11位兄弟啦，多謝監製 Aaron Chan、填詞 T-Rex 啦，亦都要多謝每一個中意 AOK 呢首歌嘅所有人啦。跳唱歌喺任何嘅音樂當中，其實係冇分邊樣難啲，邊樣唔難。其實所有嘅音樂都一樣係咁艱辛嘅條路可以。所以我作為自己嘅崗位，喺每次推出跳唱歌嘅時候，我都想做到最好啦，將自己最有 passion、最有期望嘅跳唱嘅道路，我想行得好啲。所以希望大家繼續鍾意我嘅跳唱歌啦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不如又翻返去我哋超級嗰啲獎先咯。好啊，仲有2個獎啊。仲有2個個人獎項啊。咁啊，不如我哋首先頒去咗超級年度女歌手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我交俾我咪。可以。我哋一齊頒咗超級年度